Hello，大家好，睇下，今日我就嚟玩，即係好多人嘅同伴，即係好多以前好多人嘅同伴叫做跑安啦。相信你哋都應該都有玩過嘅。如果即係話都十幾廿歲中學嗰啲咯，我哋今日就玩一場啦。點解我會諗起玩跑 online 呢？因為啱啱好琴日我有個 friend 話，都講喺學校度話，問你啲同會有玩咩遊戲，就話第一係跑 online 啦，第二就係 SD 哥吧。不過我都想拍 SD 哥，但不過可惜就係 SD 哥就好似執咗笠定唔知乜嘢，所以就冇咗啦。詳細情形我就唔知道。好，我就廢話就唔多講啦，我哋直接去玩一場先啦。玩一場之前睇下我嘅龍神。呢個就係我嘅龍神，真係其實仲有好多嘢冇擺出，其實因為美觀嘅問題難得擺出。8人嘅比賽咯，就有一張玩咗先。我開波先，開波。點玩嘅方法我都介紹，應該大家都知道下。因為太耐冇玩嘅關係，我幼稚園嗰時候玩嘅，所以差唔多有半年冇玩過咯。技術有啲生疏就唔好意思。其實咧，以前如果玩即係乜嘢嘅，我通常都會用軒少玩，因為軒少個人物又靚咯，靚仔啦，跟住跑步都即係速度都幾快下。仲有一個問題仲有一個就係唯一就係得佢喺度後跑嘅啫，我發現。大家人都係向前跑嘅。其實咧，跟住咧，唔知又最近唔知咩增加咗咩騎囉囉軍咩騎囉囉啊嗰啲入去，又多咗幾個角色，又咩守護甜心啲又多咗。同埋對唔住前幾日真係速㗎，所以冇拍到片，對唔住。我點解第二名？就咁啦。其實仲有好多場有咩3日比賽啊、接力賽等等。嗰個外面時間嘅，即係如果想睇嘅話，我就都懶得拍㗎啦。今日就玩住咁多先啦，即係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就撳個 like 啦。如果你哋知道我即係話我一跟即係拍片然後第一個想知道唔係即係話第一個收看嘅話就按個訂閱啦。如果想有咩同我講就留言啦。就講住咁多先啦，拜拜。